在地人在地前来看婚姻，这位65岁阿伯啊，考机车的驾照，这个笔试头尾是考12届，总算是通过了。这个教训班甲监理站的人员拢替伊欢喜。教训班内椅仔顶坐一个头毛焦白阿伯啊，伊真紧张，换椅啊，徛上乌多摆一个起步就无啥在。头一关是徛伫线的。 伫线险啊无过关，所来障碍伊拢有过关。阿伯啊，徛回原点的时，全教训班甲监理站的人拢拍破案。考几届？11届。11届。一所紧张。65岁老先生总算摕到机车驾照，伊因为敢若小海学历，字阁无啥捌，笔试就考12摆才通过。进前拢偷起来了，哎呀，啊有叫警察抓着，加减啦。 伊的这病其实嘛，互人同情。之前伊拢靠因姑囝上班趁钱，旧年姑囝出车祸过身，伊袂使无出来送槟榔趁钱。不过伊无驾照，互警察抓到，开这个无照驾驶罚单，就3、4万块。主要他是书没读很多啦，然后在考笔试的时候非常的难。但是经过我们的驾训班去给他做辅导以后，他很顺利的汽车驾照已经就考上。 监理站讲，考照的年岁无受到限制。这个林老先生考到机车驾照，会使合法上路。若发生事故，嘛保险通理赔，对驾驶人甲过路人来讲，拢有保障。